今年6月，全区首个民族团结主题碑刻长廊在纳曲市色尼区开园。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吸引了数千名干部群众前往参观，成为了当地极具特色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基地。时值盛夏，藏北的早晨依然冷飕飕，可色尼区民族团结广场西侧已经聚集起不少干部群众，等待参观杭州民族团结碑廊。这里已是当地一张亮丽名片。内部收录了34幅碑刻作品。为什么是34幅碑刻作品呢？因为我们色尼区涵盖了14个省区、34个民族的干部群众。杭州民族团结碑廊于去年年底动工，由杭州援藏团队援建，今年6月建设开园。截至目前，有数千人次到此参观。精选的都是我们关于民族团结的一些名言名句，而且我们是一个网红打卡点，有很多的干部群众到这边来拍照留影。爱国，然后呢？对，这个是要爱国、团结、进步。然后这一幅作品呢，是我们陈毅元帅的一个题词：团结就是力量，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亲之信之，以为手足。讲解员娓娓道来，一幅幅饱含民族团结内涵的碑刻作品，也令参观者心潮澎湃。머랭 없이 가도 그나리 버럭 서버다 티나리 양 머렇게 차히 떼그리 튼저렇게 간다 몰디나다 나미야 이시대 보이니까 가서기셔 메산티에도 디나르 잡는 뭐보 톱 서비스 잉르다 나랑 그 샘때나 하자 가보쇼 당이선 머랭 튠디 독사제도 디나가 소지감되니 터지 공패 용비 이지 진보。虽然开园不足3个月，但杭州民族团结碑廊已经成为色尼区重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民族团结教育基地。作为党的干部，今天很受教育，以后在民族团结的工作上更加努力，教育各族群众跟党走，团结在一起。通过这条民族团结碑廊，加强民族团结共筑伟大中国梦的时代精神，不仅镌刻在石碑上，也镌刻在当地各族干部群众的内心之中。杭州民族团结碑廊是西藏首个民族团结碑廊，对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和民族团结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让广大干群在潜移默化中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意识。